来看台湾上大的齿科集团 ABC 齿科联名传出讲聘用13个无牌的医生，诈领保健保费，直接赚4000万。集团嘛发声明表示讲会配合司法的调查。高雄市卫生局是指出讲，在2019年跟2023年，拢有接到检举，嘛有去稽查，地检署嘛已经展开侦办。 这是9点钟上照常开门，也是有民众来看诊。但是这间国内非常有名的齿科联名诊所，涉嫌骗车13名名医替民众看诊，嘛有可能诈领到健保费。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对。没有骗过，这个太难。这样我好紧张。你会觉得有点惊讶吗？有一点吧。愿意再来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不错啊。 就这民众听到这件代志非常惊吓，但是嘛有人真信任家己的医师。根据了解，联名在民国108年、112年拢互检举。去年底卫生局无预警来稽查，发现有名医看诊。高雄地检署嘛在去年7月指挥警方搜索到联盟旗下3间诊所，而且甲病历、药诊的记录等等的相关资料摕回来，约谈到联名的总院长、董事长等人。 但是总医长讲联名诊所无聘请名医，聘请13名秘医诈领健保费的事，没有。联名表示专案进入调查，不便对外说明，但是会全力配合侦办。强调旗下真侪诊所拢是以7岁2年级齿科医生毕业了后，一般医学训练计划的合法机关，嘛捌依照着实习医生的制度，提供到国内外医学大学毕业，而且通过第1阶段齿科医生考试合格医生来遮实习。 机构来主持指导着实习医生进行医疗业务，若违反着法令，会配合司法，而且负起责任。去年检调介入了后，就无搁再训练着实习医生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报道。